也那美伊和平協議遙無結果，即馬美國是又個表態，陣那伊朗無要簽和平協議。即馬呢，美國是講啊，因是食搶飯咧等因，因為隨時攏會當恢復軍事行動。也那美國總統 Trump 是可直在強調講啊，戰爭真緊就會結束。陣那伊朗願意簽這項協議，安尼伊就可能去巴基斯坦。美國國防部長霍格塞斯甲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16日針對美伊和平協議一直攏無進展，佮威脅講，若是講伊朗無同意簽和平協議，美軍已經傳好勢，準備恢復軍事行動。As you expose yourself with your movement to our watchful eye, but if Iran chooses poorly, then they will have a blockade and bombs dropping on infrastructure, power, and energy. 美國高層軍事官員佇咧五角大廈簡報會表示，美軍的艦艇會對斥所有伊朗籍，還有要提供物資給伊朗的船。霍格塞斯表示，對伊朗海上封鎖只是相對較落軟的手段，目前已經鎖定伊朗的關鍵民用甲軍用的基礎設施，還有村的發電設施、能源產業。這件代誌，美國總統 Trump 佇咧在地16日表示，美後一擺會談可能會佇咧禮拜舉行，而且佫強調戰爭真緊就會結束。若是伊朗願意簽協議，伊嘛可能會前往巴基斯坦。I will say the war in Iran is going along swimmingly.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, and it should be ending pretty soon. If the deal is signed in Islamabad, I might go. 今日受到荷姆茲海峽前幾天啊起航封鎖影響，真濟國家原油儲備的量攏真懸。IEA 國際能源總署署長比羅爾表示，這擺戰爭是歷史上人類面臨上大的能源危機。若準講伊朗戰爭繼續造成石油供應的阻礙，真緊就會聽到航班取消的消息，因為歐洲的航空燃油敢若剩幾禮拜爾。We are in Europe. We have maybe 6 weeks or so jet fuel left. 荷蘭皇家航空已經宣布，雖望還未出現燃油欠缺狀況，不過受到成本起起的影響，未來一個月會取消歐洲160個航班，不過影響的還無到歐洲航班的1%。公視新聞陳時東編譯。